介绍是不是？带大家来看，全球有1/3的农作物拢爱靠芳来燃火和调粉。不过因为人类的开发，也佮有化学农药的使用，芳的产地即嘛是愈来愈少，然后芳的数量嘛是愈来愈减少啊。即嘛安尼嘛间接影响农业，也佮有自然环境。美国政府即嘛开始执行一项计划，用人工的方式伫咧政府大楼放芳箱，或者芳住伫遐。 确保芳的健康状况无问题。规定的蜜蜂正骨力伫咧工作，最近伫美国政府大楼的厝顶，会当看到真侪蜂箱，不时也有饲蜂的人来检查。这寡蜂唔是饲来耍的。美国总务署正伫咧执行正重要的计划，因为大量使用化学农药，亦佮加上蜜蜂的栖地环境被大量破坏，间接会影响食物的授粉，对地球生态造成危害。 所以就伫咧公家建筑的厝顶饲蜂，随时观察这寡蜂的健康状况。We have a federal mandate from th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to support pollinators. Best Bees as a company is running a data science. They use a DNA analysis of the honey to talk about the health of the pollinators in the areas. 伫咧新罕布夏州的路德曼发现大楼是美国目前11个饲蜂基地之一，绿化厝顶将做上好的生态观测平台。 蜜蜂对美国农业的贡献正大，每年估计会当间接的创造250亿美金的经济产值。即马蜜蜂大量死亡，只好人出面来干涉，掩埋这场生态危机。公司新闻两岸编译。